今日焦點新聞有西捷航空最快星期日罷工，聯邦政府宣布撥款近20億元為 Via Rail 採購新一批混合動力火車。記得訂閱我哋，撳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哋出片啦。西捷航空4400名機艙服務員正醞釀罷工，罷工死線將會喺星期日屆滿。若果勞資雙方未能喺北美東部時間星期日凌晨2:01前達成協議，旅客嘅夏季行程可能受到影響。談判主要圍繞薪酬同埋地面工作薪酬。代表員工嘅加拿大公務員工會表示，機艙服務員每月最多有35個鐘非飛行工作冇獲得薪酬，要求公司支付相關工時並調高整體薪酬。西捷反駁有關講法，表示現行計薪工時制度已經將飛行時間、地面職責、航班延誤及其他工作合併，以較高時薪計算。上月參與投票嘅工會成員中有99.4%支持罷工，不過工會發動任何罷工行動仍然需提前72小時通知資方。加拿大航空機艙服務員舊年罷工4日之後，成功爭取部分地面工作薪酬同埋每年加薪2%。航空同勞工專家認為，西捷希望避免重演加航面對嘅巨額損失同公關危機，預料雙方喺最後關頭達成協議嘅機會較高。聯邦政府宣布撥款近20億元為 Via Rail 採購45部全新電池柴油混合動力客運火車頭，將會成為北美首批混合動力客運火車。運輸部長麥金農星期三喺滿地可公布計劃。呢一次投資涉及19億5千萬元，當中16億元用於製造新火車頭，另外3億5700萬元將會用作興建新嘅組裝同維修設施，由加拿大建築公司 Pomelo 承建。喺45列由瑞士鐵路製造商 Stadler 設計嘅新火車頭中，有36列會喺加拿大進行組裝。麥金農表示，呢個係超過25年以嚟客運火車頭組裝工序首次重返滿地可。政府估計項目可支援相當於1200個全職職位，涵蓋製造、建築、工程同埋長期維修。呢一筆撥款最先喺2024年預算案公布。新火車嘅電池由瑞士同瑞典跨國企業 ABB 位於魁省聖洛蘭嘅廠房供應。加拿大運輸部表示，低排放火車可為日後轉用零排放動力奠定基礎。移民部最新數據顯示，加拿大喺世界盃前拒絕20,845宗同賽事相關嘅旅客簽證申請，另有205宗電子旅行證申請被拒。數據涵蓋舊年11月14號至今年5月31號。同期當局批出26,000張簽證，包括觀賽旅客同埋獲國際足協邀請嘅工作人員，其中2795名獲國際足協邀請嘅人員全部獲批。非洲國家嘅拒簽率特別高，尼日利亞有1965名球迷被拒，拒簽率達90%，只有220人獲批。加納亦有3135人被拒，拒簽率達87%，只有470人獲批。移民部喺賽事之前已經表明，即使持有球票，如果官員擔心申請人賽後唔會離境，仍可拒絕簽證。多倫多警方正追緝一名25歲女子，佢涉嫌向一名購買性服務嘅人士施用不明物質，令對方失去行動能力，再偷走現金。警方表示，受害人上星期五凌晨大約2點半透過網上廣告聯絡疑犯，女子其後前往受害人位於 King Street West 同 John Street 附近嘅住所，受害人向佢付款購買性服務。警方話，疑犯其後向受害人施用不明物質，再偷走一筆現金逃去。疑犯身高大約5尺7寸，重大約140磅，身形瘦削及留有黑髮。佢最後露面嘅時候身穿全黑色衫，並佩戴黑框眼鏡。警方呼籲知情人士聯絡當局或滅罪熱線。回流香港報加拿大號碼 iTalkBB Prime App 可以擁有加拿大同香港號碼，全球任接聽撥打加拿大電話，收發 SMS 驗證碼，轉台月費只係4個半起，額外擊送旅遊數據卡，即刻揾 iTalkBB 申請啦！
多倫多市中心其中一個最繁忙嘅十字路口 Yonge Street 同 College Street 交界，為配合多倫多公車局更換路軌，由星期三起對大部分交通封閉，預計到8月中旬先至會全面重開。工程喺星期三朝早6點展開，預計需時大約2星期。期間北行、南行同西行車輛均唔能夠穿過交界處，不過北行車輛仍然可以右轉。東行方向則會保留一條行車線，車輛可以喺 Bay Street 至 Church Street 之間經 College Street 同埋 Carlton Street 行駛。聯邦政府同亞省政府簽署房屋基礎設施基金協議，聯邦將喺8年內向亞省撥款5億1000萬元，配合亞省政府投入高達4億2800萬元，協助省內市鎮興建水務設施，以加快房屋建設項目發展。總理卡尼星期三同亞省省長戴斯敏於紅綠市共同公布呢一項協議。卡尼表示，呢一次合作每年將支援750個專業技工職位，包括工程師、管道工同電工等。協議亦都特別照顧鄉郊地區同原住民社區，撥出最少1億元用於相關建設項目。戴斯敏指出，亞省人口快速增長，基礎設施需要配合發展，房屋建設亦必須跟上。紅綠市之前曾經因區劃條例未能夠符合要求，而被聯邦取消部分房屋資助。戴斯敏表示，新協議有更大彈性，希望協助當地彌補餘下資金缺口。美聯儲決定維持基準利率喺大約3.6厘水平，連續第5次按兵不動，但係委員會內部出現嚴重分歧，有3名官員投下反對票，主張加息，反映美聯儲喺應對持續高通脹時面臨兩難。現時美國信用卡平均利率接近20厘，按揭利率亦都處於舊年8月以嚟高位。美國通脹率已經連續超過5年高於2%目標。因為伊朗戰爭導致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，引致全球能源價格上升，每桶原油均價比舊年同期高出10至15美元。再加上科技企業對人工智能嘅巨額投資，推高晶片同埋電力價格，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嘅關稅措施，均令通脹壓力大增。美聯儲主席沃什表示，對抗通脹冇魔術棒，無法喺短期內解決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則表達對沃什嘅支持，指佢非常聰明，但係委員會意圖維持高利率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對今日新聞嘅睇法，仲有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啊！